辛苦啦，嚟啦，準備好啦，準備好啦。咦，靚女老細，我分享定你分享啊？梗係做到啦，我自己我好勁嘅喎，我出名係總編係我，小編係我，直播主係我，跟住之後採購員係我。我哋呢啲一個打10個嘅喎，出咗名。嗱，入咗嚟先，入咗嚟 say 個 hi 先，入咗嚟 say 個 hi 先。方仔請俾其他人先 ，Kisa。嗱，俾你睇下靚仔靚女先。入咗嚟幫我 say 個 hi 先，等我知道你入咗嚟，因為我哋今日嚟到 BB 咧嘅總部喎。咁啱啱你如果有睇預告咧，好癲！你知唔知連靚女老細都話，喂，知唔知佢仲喺度拗緊啲頭皮？知唔知個原因係咩？今日嘅禮品送嘅嘢係多到我哋係未試過，我哋係未試過咁送喎。跟住之後，靚女老細就同我講：喂，好難 set 嗰啲 promo， 咁因為今日送嘅嘢咧個價值咧係多過你買喎，但係我哋今日咧係幾十蚊啫喎，我哋今日係幾十蚊啫喎，即係你幻想下，你俾幾十蚊，跟住你攞嘅嘢係多到咧，你要有心理準備啊，你要有心理準備先。跟住之後，等我分享咗先。我先分享嗱，大家同我一齊先分享先，因為你哋今日分享嘅話咧。我哋會有分享大獎，我哋會有分享大獎。咦，靚女老細，我哋會唔會一嚟就幫我打 BB 咧？跟住之後我哋抽個活動仔先，你做唔做到呢樣嘢？咁我又可以分享下，佢哋又可以玩住小遊戲先，跟住我哋又可以講解下我哋嚟到呢度啦，好唔好啊？嗱，趁人少少啊嘛，即係而家啲人冇入齊嚟，咁你先可以個個都全部都係。即係老粉啦，我哋叫做中粉啦，買多個送，送多個買先啱。3位送咖啡糖。係啦，3位。我哋送嘅嘢咧係會好多嘅，超級無敵多，但係要有分享。首先我哋會準備咗6000份禮物，最後咧本來咧係1000啦，後來我哋同佢講話，喂，我哋公司好勁嘅喎，我哋公司咧 total 咧係有23萬粉絲，我話送6000咧都問啊，咁後來咧而家佢哋官方咧即係 BBNet 啦，佢哋加碼到幾多咧？冇空格，幫我打咩字啊 ？BBNet 冇空格，冇空格。BB 咧冇空格，跟住之後咧，因為我哋本身咧之前賣過嘅時候開團啦，已經係瘋狂咁賣噶啦，大家咁但係我哋賣得好高啦，咁佢哋邀請咗我哋嚟呢度韓國佢哋嘅總部，而同咩同唔係普通人合作喎。今日我哋係請咗佢嘅呢度嘅駐場直播主啊。即係 BBNet 嘅代表啊，咁好榮幸啊！人哋平時一場過千萬嘅，一場過千萬嘅。咁嗱，你有啲粉絲就問啦，喂，究竟點揀骨膠原啊？出邊見到好多好多唔同牌子，但係你都知道 BBNet 係骨膠原嘅始祖嚟噶嘛？出邊而家最勁，你哋而家賣緊 OY 有一隻係3000噶嘛？其實而家骨膠原已經去到1萬啦，1萬啦。咁有啲粉絲就話，喂，1萬有幾勁啊？頭髮都生到出嚟，係啱啱有粉絲未問，喂 Kelly 生頭髮最要嘅原材料係咩？骨膠原，最需要嘅原材料，指甲、皮膚，全部我哋最需要嘅就係骨膠原啦。等我整一整先。嗱，準備好啦。然後我們邀請他們出來，哇啦，靚仔啦，長得很好看，楊宗緯，哇，你懂聽，來，這個送給我，忘了怎麼稱呼你 ，Kelly，我叫 Alan，A-L-A-N，哦 ，Alan，嗱，呢個就，我唯有代你哋收住先啦，我都好唔好意思啦，我只能就代他們收啦，你送給粉絲。對的，這個是送給粉絲的這個花花，也是送給我們 Kelly 的花花啊。然後我要通知大家，今天。首先歡迎我們的 Kelly 來到我們的 BB Lab 的總部，總部啊，呢度係，喺呢度使幫我揸住先。總部喲，所以我們的所有的產品都是正品保障，這是第一個。打屏幕的我剛剛有聽到 Kelly 說啊，待會我們 Kelly 就是那個白話給大家去講，我是中文給大家介紹專業知識。
很厲害哦。待會有任何疑問都可以打上來。我簡單介紹一下今天的活動，待會由 Kelly 給大家，我們正式開始今天的福利啊。嗱，係啦，嗱，哥哥陣間咧就會介紹咧佢哋而家最新嘅產品，你見唔見到？哇，佢哋啲代言人咧，喂，剛剛你說這個女生，何志遠，他48歲。48歲，你話佢30歲都唔過分啊！48歲啲皮膚你睇下，係超級無敵緊緻，咁佢係佢哋嘅骨膠原代表。跟住嚟啦，嚟多個啦，冇人唔識佢啦。國民老公又靚仔，又皮膚好，又錫家庭，又24孝，咁呢個真係國民級噶啦。嗱，今日我哋嚟到呢度，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嘛。1000人了，現在1000人了，加油！幫我們努力分享，衝破2000啊！對的啊，我們一般會這樣跟他們講，多一點分享哦。對的，多一點分享。今天分享給力的啊，就是我們力度比較大的，在399港幣左右，對吧？我們會給大家去贈送一個保護眼睛的葉黃素，300，這個是300塊，對的， 300蚊就送呢個啦，跟住